家好，歡迎嚟到飛躍遊樂園。啱啱就過去咗個復活節假期啦 ，Mandy，你又知唔知道香港人最熱門去旅遊嘅地方係邊度啊？香港熱門放鬆旅遊嘅地方都不外乎係本地酒店嘅 staycation， 北上又或者去國外旅遊嘅。而家北上或者國外旅遊都好興自駕遊嘅喎。咁當中保障條款大家都要注意㗎。不過今集就唔講太多，留返下一次有機會嘅時候咧，再同大家探討啊。咁我咧就同屋企人去咗台灣快閃。咁我就返咗內地廣東省自駕遊玩咗幾日。我哋咧之前就講咗唔同嘅健康保障啦，呢一集我哋就講旅行。旅遊當然都要有保障啦。旅遊保險好多人會覺得唔一定要買，但係其實買咗咧係旅遊心情嘅一個防護罩。去旅行當然要吃喝玩樂啦，但係如果發生一啲小插曲，大家有咩損失，大家都唔想嘅。所以以後有啲情節，萬一唔好彩，大家都知道點樣處理。旅遊保險嘅保障有3點都好重要㗎。買旅遊保係為咗守住份開心，延續快樂，而非對賭意外。一個唔好彩，萬一遇到航空公司超賣、行李延誤，如果你冇保險，成個假期就喺煩躁同埋額外開支中度過。有咗保險保障，呢啲突發嘢只係一個小插曲，因為損失有人幫你頂啊嘛。第二，買咗旅遊保之後，能夠覆蓋出發前之間嘅變數。保險其實由你投保嗰一刻已經開始生效。如果出發前突然有咩大病，或者屋企有事去唔到，旅遊保險入面嘅取消旅程保障可以幫你攞返大部分嘅訂金。越早買，保障期其實越長。第三，旅遊保障入邊醫療費用嘅槓桿。香港人去旅行最鍾意食好西，萬一食滯咗要睇急症，又或者玩戶外活動嗰陣時唔小心整親，外地醫療費用隨時貴過你張機票啊！用幾百蚊嘅保費換成幾十萬嘅醫療保障，呢種先係最精明嘅旅行投資。咁你而家知道啦，旅遊保障其實好重要㗎。買咗之後就多一份保障，多一份安心。以下嚟我想同大家一個互動，我會同大家分享一下旅行中嘅真實個案，考考大家對旅遊保障嘅熟悉程度，熟唔熟悉？早2日咧，我就喺泰國翻嚟，咁落地喺香港落地咧就爛咗個手抽喎。咁我第一時間梗係過去 airline 嗰度同佢哋講翻啦。咁你覺得 airline 賠償俾我啊，還是要我去保險公司索償呢？正確嚟講咧，就第一時間就揾翻你坐嘅 airline，咁我去問翻呢個情況。首先我就話俾你聽，我個手抽爛咗喎，咁樣，咁就問我啦，你本身有冇買保險啊？咁樣，咁話我有咁樣，但我哋只係寫翻封信俾你證明你係坐 airline 嗰段時間係爛咗個篋。咁點樣佢先至賠俾我咧？佢話佢要爆咗個篋，佢先至 airline 先賠償俾我。咁今次咧我就坐咗個 X。咁有唔同嘅公司嘅 airline，有唔同嘅公司嘅守則啦。咁最重要就係話要睇翻當時佢哋嘅 policy，佢點樣去處理翻所有嘅乘客嗰個賠償啦。咁今年年初咧，我朋友就翻咗內地探親，其中一日咧就帶埋佢小朋友去一個溫泉水上樂園度玩啦。咁啊，小朋友喺上滑梯嗰度上上落落玩之間咧，就發生咗意外。咁啊，由我朋友個仔仔俾另一個家長帶翻嚟咧，就話俾我朋友知，佢個仔仔令到佢小朋友受傷，冚爆咗隻門牙。咁呢個情況底下，大家覺得喺旅遊保險保障入邊係咪受保嘅咧？呢個情況當中咧，旅遊保險係受到保障嘅。因為喺保障範圍入邊有一個第三者責任保，喺受保人旅程當中遇到意外令到第三者受傷咧，係得到
保障賠償嘅。咁首先咧，遇到呢啲情況咧，大家要保持冷靜啦。咁第一就當然要報咗警先啦，攞翻個口供紙。第二喺醫療索償方面咧，對方醫療索償方面咧就要 keep 翻一啲嘅醫療報告啦。咁啊最好咧，另外就會有啲嘅相片證明啦，或者一啲 CCTV 影片嘅證明嘅。咁其後嘅程序咧就交晒俾旅遊公司咧去再跟進㗎啦。針對短途假期越短咧，唔好俾突然嘅意外偷走你呢幾日爭取翻嚟嘅假期啊！針對提早預訂，保障唔係由你起飛嗰日開始，係由你投保嗰刻已經開始保障你成個旅程啦。多謝大家嘅觀看，嚟緊我哋有個抽獎，咁最重要嘅條件咧就訂閱、分享。跟住嚟緊，我哋會容後會公佈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如果大家都想知道邊一間性價比高啲，你可以 PM 我留言，我俾一份你。